大家好，我是图书中中国欢迎大家来收看客家名录学院。今日我老大家共下来分享的主题是我的兴趣，翻译就是我的兴趣。大家从细听说上嘅国文课的时节，就会写作安尼个作文。我的兴趣，我的志愿。你有想过你嘅兴趣是乜嘅冇？今日嘅影片會分咗5段來說嘅戶外嘅活動、活動嘅活動、當然鄉下嘅活動，還個做志工嘅活動。最尾為了大家來複習下今日學到嘅詞彙還有記憶。喺基本嘅課程當中咧，大家會想到咧，會去面對咧係乜嘅咧，就會讀到人生活當中。遇到有興頭、有興趣嘅事情係哪度咧？韓國有無同樣嘅事、無同樣嘅詞彙、無同樣嘅記憶來去表達你遇到無同樣嘅情況。不過人家嘅興頭一千擔，有人興豆腐，有人興酒，安尼按到嘅興趣，按樣板型來培養，樣板型來完成，樣板型拓適合自家嘅活動咧。講到興趣當然會想到工作以外嘅事情，本期嘅工作以外嘅生活係那豐富，就變咗家嘅興趣咯。不過我認為咧，興趣係做得調整人嘅生活，調整本人嘅壓力。冇半嘅安泰，冇半嘅自家生活有壓力。無論係啲活動，也係講室外、戶外都有無同樣嘅神奇嘅素材。韓國有人為了朋友來交換自家參加活動嘅心得，下後可能咪會引起人嘅興趣哦。用無同樣嘅角度來看世界，你就會知道，我咪做得試看呢，要去參加無同樣嘅活動。唔係會按你冇來看一下，看還有批准佢到啲辦公室最近發生嘅哪一條事情了。